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嚟到 HKTCS 嘅頻道，我係成員阿高。今日係2025年6月11日，星期三，呢度係風暴速報。今日會為大家重點關注各氣象部門陸續升格蝴蝶為熱帶風暴，預計星期五之後到星期六風雨係會最大。預計除非蝴蝶採取比較明顯偏西嘅路徑移動，否則支持天文台改發3號信號嘅因素係多於反對㗎，係支持佢嘅。咁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訂閱、分享、按讚支持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 目標4萬訂閱。歡迎追蹤本頻道其他社交媒體嘅平台，而連結亦都會擺喺留言或者資訊欄區嗰度。我哋睇睇最新風暴消息，1號戒備信號係仍然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內，並且可能影響香港。咁喺12點，熱帶低氣壓蝴蝶集結喺香港以南大約650公里，即係喺北緯16.5度、東經113.0度附近。預計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12公里，橫過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島。天文台表示目前蝴蝶同香港仲有600至700公里距離啊。咁本港未普遍吹強風啦。咁1號戒備信號會喺今日大部分時間維持，而天文台會視乎之後蝴蝶嘅強度啦，同本港距離同埋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會唔會喺聽日稍後到星期五發出3號強風信號。咁我哋睇睇最新風暴消息啦。咁日本氣象廳其實喺今朝早已經升格咗喺南海中至北部嘅低壓系統為熱帶風暴，咁命名為蝴蝶。咁係踏入咗21世紀以嚟第2次命名嘅西北太平洋啦，或者南海嘅熱帶氣旋。咁我哋睇翻最新熱帶氣旋蝴蝶嘅動態啦。整體情況啦，喺尋晚蝴蝶嘅環流啦係有所整合，咁而家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單一嘅低層中心，但係由於受到垂直風切變嘅影響啦，低層中心仍然外露預料發展嘅速度都係有限。而移動方面，過去一晚大致係採取西北至西北偏北嘅方向移動，另外喺今朝早啦，佢嘅移動嘅速度啦，亦都係有增加。目前環境情況啦，可以見到目前風中心附近嘅垂直風切變啦，係達到中等至較高嘅水平，咁樣將會限制中至高層對流發展。但係海水表面溫度啦，同埋海水潛熱係足夠啦，加上西南氣流支配嘅水氣，預料蝴蝶喺未來會繼續有限度咁樣發展。而路徑方面預計會繼續受到高壓影響移動啦，高壓嘅移動嘅強度可能會東退嘅情況都會影響佢之後嘅路徑。未來1、2日會繼續靠近海南島到附近海域一帶，路徑仍然有短期波動嘅機會。我哋睇埋最新熱帶氣旋蝴蝶嘅預測，咁整體情況方面啦，路徑調整幅度係有減少，咁都係大致向海南島到雷州半島同埋附近海域一帶，而主要分歧喺路徑偏東同埋偏西性嘅，同埋轉向比較東北偏北嘅路徑嘅時間同埋幅度。各大氣象部門最新預測都係預計會登陸海南島，並且前往雷州半島一帶。預計登陸之前強度係會最強嘅。目前各大氣象部門預測佢嘅強度登陸之前嘅強度會去到強烈熱帶風暴到颱風下限嘅級別。而美國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JTWC 最新嘅預測路徑就比其他嘅氣象部門比較偏東少少。而目前強度方面目前已經知道韓國氣象廳、台灣中央氣象署、中國中央氣象台同埋日本氣象廳係將蝴蝶升格為熱帶風暴㗎啦。而香港方面目前仍然評估為一個熱帶低氣壓，天文台目前評估佢嘅最高風速有55公里每小時，10分鐘平均風速。電腦方面大部分電腦同埋集成預報同埋 AI 模型都繼續預料蝴蝶會登陸海南島，並且進入雷州半島或者附近海域。小部分就認為會直接進入北部灣，就唔登陸海南島一帶。例如右邊圖片就顯示咗歐中電腦嘅最新集成預報，顯示個路徑分歧就唔算太大。同
各氣象部門預測係相若。咁我哋睇翻香港嚟緊天氣情況，而家啦，香港今日凌晨到而家啦，都受到蝴蝶相關雨帶影響，咁天文台亦都一度發出咗雷暴警告，而雨帶橫過嘅時候，風勢可能會稍為比較勁啦，香港整體風力亦都會比較勁。風力指數方面啦，已經升到25以上嘅 L3強勁水平，部分離岸同埋高地正係吹緊強風，而岸平啊更加係曾經去到烈風水平添。而今日餘下時間嘅情況，咁就預計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啦，同時亦都會有幾陣驟雨，亦都唔排除有局部雷暴機會。而離岸高地間中會吹強風，海有湧浪，咁大家都要停止一啲水上活動啦，亦都要遠離岸邊啦。而之後幾日啦，未來一兩日就會受到蝴蝶外圍雨帶影響，預計聽日到星期五嘅雨勢係會增多，而整體風勢亦都會增多嘅，海有極湧浪啦。繼續去到星期五到星期六嘅天氣情況，蝴蝶啦就會繼續靠近雷州半島啦，然後去到廣西嘅東部或者廣東嘅西部一帶，並進入內陸。咁到時啊，香港就會吹一啲偏南風。如果嗰時候蝴蝶嘅環流足夠啦，同埋同香港保持相對足夠嘅距離啦，咁即係同香港距離唔好太遠嘅情況，咁再配合埋西南氣流啦，可以為香港帶嚟更多風雨，所以可能呢個時間風雨係會最大嘅。去到下個禮拜天氣情況啦，預計最遲星期日稍後蝴蝶會減弱啦，同埋遠離啦，但係會繼續引進一啲活躍嘅西南氣流。下週初期仍然風勢會比較大，咁會繼續有啲雷暴同埋驟雨。我哋睇埋香港天文台9天天氣預報，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蝴蝶會喺今明兩日逐漸增強，並且大致移向海南島，之後移去雷州半島一帶。本週後期廣東沿岸會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風勢頗大，海有湧浪。蝴蝶之後就會移入內陸，但係會繼續有活躍西南氣流、偏南氣流同埋高空擾動影響香港。咁下個禮拜初期我哋會繼續有大驟雨同埋雷暴。咁去到高空擾動遠離，下週中後期廣東沿岸驟雨先會逐漸減少嘅啫。咁所以雖然風力上面啦個預測啦係冇調整啦，冇調強佢嘅強度，但係有調強到未來日子嘅雨勢，包括未來3、4日嘅雨勢啦。預計隨住蝴蝶發展同埋移動，預計預測仍然係有改動同埋唔確定。咁大家就要留意天文台最新嘅預測。我哋講埋最新3號強風信號發出嘅支持同埋唔支持點啦。首先係支持點，電腦顯示啦，未來一兩日啊，同埋週末，本港亦都有機會普遍吹強風，特別喺週末雨勢可能會比較多嘅情況下，可以疊加一啲風勢同埋陣風，令到整體風力亦都上升。另外，吹偏南風可能亦都比較多地方係會比較當風。咁所以支持點啦，相對不支持點係比較多嘅。而不支持點啦，只係在於蝴蝶未來嘅路徑同埋大勢係仍然有分歧，未能完全排除佢大幅採取比較預期偏西嘅路徑嘅機會。咁所以整體按目前形勢嚟講，支持點稍為係多於反對點，但係最後都要留待天文台評估最新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至於有關路徑分析同埋熱帶氣旋路徑發出嘅機率，亦都歡迎大家留意更專業嘅民間氣象組織嘅分析。好啦，最後啦，多謝大家收看。而家本頻道會繼續密切監察住蝴蝶最新動態同埋香港天氣變化，並喺一切可行嘅情況裡面提供唔同影片、貼文、直播嘅講解服務。本頻道會繼續改善讀音講解分析質素，包括一啲懶音問題。訂閱我哋並且開放通知就可以掌握最新嘅發布。咁由於今晚人手唔夠啦，亦都唔會有講解討論直播啦。
但係日間同埋晚間監視直播係會繼續，聽日亦都會提供更全面嘅服務，包括風暴速報啦，日間或者夜晚或者通宵嘅監視直播，亦都會有討論啦直播。如果有3號強風信號或者以上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我哋亦都係會提供風力直播。我哋最後啦，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看啦。咁嚟緊我哋會繼續有風暴監視直播。咁拜拜。